最重要一樣嘢咧，做呢個橋式咧，係仲要有兩樣留意嘅。第一樣你好舒服咁瞓喺張床或者咩啦，跟住其實慢慢咧曲腳，同埋你發覺一個位置咧，你隻腳咧由個膝頭哥舒服，但係咧你記住一定要踩住落去，有嗰個實力先得嘅。OK， 得唔得啊？可以。得呢個。係啦，但係如果你話發覺喂，阿 Sir， 我擺到咁開嘅時候咧，你就發覺，咦，用嘅力就唔得啦。咁所以呢個時候咧，你一定係將佢覺得而個膝頭哥呢個 OK 嗎？ OK。好啦，第一你開頭要試下個力，隻腳到唔到先，呢樣最重要。第二樣咧，我要喐嘅時候咧，就喺個盤骨同條腰骨一齊開始。好啦，慢慢嚟啦。OK， 上，係叻女，係上，可以落到最斜，跟住慢慢放翻落嚟。係叻女，唔好蹬落去，再慢慢上。係 OK 嘛？好，再落。嗱，我放手啦，自己試下先。係上，可以就攞到一條斜線，叻女，唔使 hold 住佢，然後慢慢放落去。腰骨同個囉柚一齊個同一個，係腰同個囉柚一齊上，係叻女，係啦，係 OK 嘛？ OK。係啦，就係咁做。OK，thank you。